另外来看这桩家庭被虐，这是发生在新竹市昨暗的时阵呢，有民众经过这西大路的时阵，发现讲有一个身躯穿红衫的查某，互人绑伫这路边的电火条，而且伊的身躯边还佫有另外一个查某人直直对伊安尼嘿嘿叫。警方到场了后，发现讲呢，这个互人绑的人是有身心障碍的，平常时是甲阿嬷住做伙，迄天是因为无乖，才互伊阿哥绑伫电火条。即马专案是照违反家庭暴力防治法。也有妨害自由罪上班。一个穿红衫的查某囡仔，互人用绳绑伫路边的电火条，经过车佮停落来看，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？附近民众讲，甲人绑起来，甲互人绑的两人是亲情关系。喜欢常来站这电线杆那边了，站在那边了。那他刚刚帮他绑的那一个人是他亲姑姑，应该是第一次跟他绑的吧？常常射他，有的没有骂他，大小声的。警方接到通报，随到现场对家属提出警告，专按照违反家庭暴力防治法以及妨害自由移送地检署侦办，刷去埋通报社会处进行处理。本案系子女不听管教而遭姑姑绑在电线杆上，本所员警获报立即到场查处，并告诫家属不得不当管教。全案后续依违反家庭暴力防治法及妨碍自由等罪，移请台湾新竹地方检察署侦办。已经立刻派社工员前往了解、评估案家的一个状况。那对于个案的一个安全，要给予一个保障。新竹市社会处指出，互人绑的人是身心障碍者，平常时甲阿嬷阿哥住做伙。迄间技术因为无听话，才互人绑起来。所以政府单位会派人去厝内提供相关资源甲协助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。